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題目係小小海峽都拿不下，憑什麼進犯台海？喺荷里活嘅大片入面，美軍總係戰無不勝嘅，冇邊一個國家可以捱得住 B2 嘅精準轟炸，亦都冇邊一個邪惡嘅勢力可以打得過美國嘅特種部隊。但係現實係呢一個號稱全球第一嘅軍事大國，原來只係喺恰嗰啲連防空系統都冇嘅地區武裝嘅時候，先至可以耀武揚威。小小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喺特朗普原本嘅推演之中，應該係美軍嘅絕對控制區。但係面對伊朗嘅飽和式無人機騷擾同埋岸基飛彈嘅威脅，美軍嗰幾支造價不菲嘅航母編隊竟然顯得束手無策。咁都難怪嘅，當美軍需要用到幾百萬美元一發嘅攔截飛彈去應對伊朗幾萬蚊美元嘅無人機嘅時候，呢一場戰爭喺財務報表上面就已經輸咗啦。好明顯，美國嘅國力支撐唔到長期嘅戰爭，僅僅係應對一個伊朗啫，打咗成個月，美軍嘅彈藥儲備同埋後勤補給就已經開始着起紅燈啦，冇辦法唔挪用其他戰區嘅裝備去沖撐門面。喺韓國嗰度回收薩德系統，更加有傳要喺烏克蘭戰場嗰度回調防空攔截飛彈。呢一種拆東牆補西牆嘅行為，徹底咁樣揭穿咗美國虛弱嘅露底。特朗普最近嘅畫風都變咗啦，先係多次單方面咁樣去德黑蘭釋出呢個求和嘅信號，最近更加係反口，話美軍而家就算唔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都可以體面咁樣結束戰爭。呢一種只求脫身嘅卑微姿態，邊度仲有半分全球霸權嘅影子啊？嗰啲曾經喺電影之中拯救世界嘅美國大兵，喺現實之中只不過係特朗普口中嗰一串不斷增加，但係就遲遲唔敢落地嘅派兵數字。伊朗就喺中東美軍基地群嘅眼皮底下，美軍尚且係力不從心，一個連霍爾木茲海峽通行權都冇辦法保障嘅美國，憑乜嘢認為自己可以跨越浩瀚嘅太平洋，喺中國嘅家門前維持一場高強度嘅現代化海空戰爭？論軍事同埋經濟實力，伊朗同中國完全唔喺一個量級嗰度。美軍已經露晒底啦，世界終於睇清楚曾經不可一世嘅超級英雄世界警察個袋入邊早就唔剩翻幾粒子彈啦。如果真係想跨越萬里太平洋嚟到台海嗰度玩火，恐怕到頭來唔單止滅唔到火仲會將最後嘅少少家當全部賠晒喺太平洋嘅海底。